欢喜，今日有机会得到终极义务，靠家己牧师来为咱证道。靠牧师今日所要证道的题目是对上帝来的祝福。靠牧师请。亲爱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真欢喜，咱同齐聚集伫上帝面前，咱来敬拜咱的主，咱的上帝。请咱同心来祈祷。主，阮的上帝，阮伫你的面前，你知阮的心，阮欢喜来敬拜你。伫你的殿堂，阮要将阮的心，阮心内所想的，拢交托伫主你的面前。感谢主你。伫过去一礼拜久，你甲阮同在，你的疼痛，你的恩惠，拢伫阮的心中。可怜阮有顶礼拜，毋是正顺遂，环境，也是天气，也是阮的心，拢有无共款的感受。但是主，阮知影你伫阮的心中，你的疼痛，拢无离开阮。阮要伫你的面前来领受。上帝，你对天所赐落的福分，放在阮伫你的内面，看见你甲阮同在，一切都拢会当伫主你赐福的内底，阮来得到稳当。愿恳求圣神即个时阵，甲阮三甲对地，伫阮的心中，互阮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主阮的上帝，互主你的话语透过圣经。透过你美味的乳味，会当将主你的话语来充满伫阮的当中，互讲的、互听的，拢领受主你的福杯满盈。愿献上阮的祈祷，奉耶稣的名。阿门。真欢喜，顶一回吼，我伫咱教会是伫欢喜礼拜日，我大概吼。头倒摆要遮经过的时阵，就看见哇，遮大间，会当成做地标安尼吼，才有一间教会真好。顶一回欢喜礼拜的时阵吼，拄好，咱第7楼嘛吼，第8，大家足惊的。但是我伫遐甲遮青年，咱的兄姊妹来讲，环境会有限，但是注定伫咱的心内的时阵，咱无惊。注定伫咱的心内的时阵，咱无惊吓。今仔日我来到遮吼，咱的才哥吼，伊足好的，伊含我来分享。其实我今仔日原本是互简述的题目是对上帝来的祝福。我咧讲，即个祝福的时阵，我的心内其实吼，有一个想法讲顺服啦。但是我又愿甲简述讲祝福吼，因为我是伫病院来服侍，伫病院所拄着的患者，也是讲伫病院，从学期拄到病院，是一间足大间的病院，但是所有员工的内底，基督徒的人数其实无多。吼，我嘛是有一个想法讲，舒服，咱伫主的内底吼，咱搁较有福气，因为人对人是祝福。我无法度成做上帝，我来甲你祝福，无可能，因为我嘛怪人用。吼但是咱拢是上帝的囝儿，咱领受上帝大大的祝福，这是我刚了解。教会内底应该是祝福，真正是祝福，因为我祝你身体健康，我期待你会当早日出院。这是我伫病院的内底探访的时阵，我为着所有住院的患者。甲因祝福，也是我替因祈祷的时阵，我讲求上帝大大赐福你，互你毋但是身体勇健，互你的心灵，互你的生命拢搁较丰盛。所以我永远是用祝福，但是再个吼，搁一摆甲我提醒，祝福，因为咱是有福气的人，咱要领受对上帝来的祝福。吼，讲到祝福，人人拢嘛想要爱。吼，若是生日的时阵、新年的时阵，也是特别的纪念日的时阵，咱拢嘛期待得到人的祝福，得到老师，得到长辈，得到同事，
也是中观的祝福，拢会互咱的心感觉足欢喜的，咱面面就会当出现真灿烂的笑容，充满着幸福的迄个感觉。但是我甲咱讲，上帝搁较疼咱，上帝毋嘛是祝福，搁是大大的祝福。上帝伊是欢喜祝福互人群的上帝。伫旧约的圣经中，咱会当看到的，上帝对亚伯拉罕有祝福。上帝甲亚伯拉罕讲吼，我要赏赐你，互你子孙济济，亲像啥？天顶的星，亲像海边的沙。但是吼，咱其实拢知。上帝对亚伯拉罕讲这个祝福的话的时阵，亚伯拉罕几个囝？对伊的太太生有无？反正两拢也袂有啊，吼，拢无。但是上帝的祝福，亚伯拉罕讲，我要互你的子孙济甲，亲像天顶的星，亲像海边的沙。亚伯拉罕相信，接下伊就一定福气。这是上帝对亚伯拉罕的祝福。再来，伫旧约的圣经内底，上帝嘛有对约瑟祝福。上帝对约瑟的祝福介特别，就是吼，上帝伫梦境的内底，就甲约瑟讲话啦，就甲伊讲吼，伊梦见啥？伊采的迄个稻谷，吼，伊兄弟姊妹拢甲伊拜，伊会徛伫中稳。好，佫梦见啥？10粒星太阳、月亮拢甲拍败，哇！这是一个梦境。伊梦到了，伊就甲伊兄弟姊妹，伊甲伊老爸老母讲，哇！老爸讲，敢讲恁老爸我佮恁老母拢爱甲你拍败吗？较有即种的道理，但是这是上帝叫神的梦境看。后来咧。哇！因为即个梦啦，因遐哥哥讨厌伊，甚至想要甲杀。到尾是安怎？用一个方法，甲伊卖出去，去外邦的所在，埃及的所在，伫遐做奴隶。因离开伊的本国本乡，上帝的祝福是互伊先忘记，但是伊讲出伊的梦境的时阵，煞承受侪的苦楚。埃及做奴隶。认真为着伊的主人咧努力的时阵，伊的祖庙甲因诱，佮甲陷害，认真甲安怎去落監，落監了咧，哇！伊嘛是真心真力，伫遐服侍，伊手所做的工，伊认真来做，到尾嘛是因为梦啦，吼，就有人做啊，伊就甲解梦，真正照伊所梦的，伊所解的，安尼来显明，伊甲迄个人讲咧。请你吼得到国王的祝福的时阵，会记得我，伊有记得无？袂记得了，完全拢袂记一支啊！一直到我埃及的国王，伊嘛做梦，梦去的时阵，叫人解梦，无人会知。甲迄个时阵，迄个主席，伊才知影讲我毋对啊！加落的时阵，主席甲我讲的话，我拢甲伊放假袂记一支啊！是妈妈甲讲，约瑟来讲解梦。然后，伊真正照伊所讲的，伊佮甲讲建议呢，这是上帝真正这个情形，足紧就要临到，咱一定爱好好来处理这个代志。若无，迄个危机、迄个危险，咱无法度来承受。国王就讲嘛，你有信靠上帝，除了你以外，佮有啥物人有资格来承接这个任务？就互约瑟做宰相。上帝伊的祝福是安怎？伊的祝福吧，毋是伊的祝福。上帝伊的祝福对亚伯拉罕的时阵，讲这个话时，伊一个囝拢无呢。毋过后来，生以撒，以撒就生2个嘛，就安尼刷来，雅各就生12个，安尼刷落来的时阵，哇，一直到大变，一直到所罗门，一直到整个以色列民族。迄真正人安尼算起来时，拢亚伯拉罕的祖先，子孙啊，毋是祖先分别，子孙，迄真正要算的时阵，哇，比
亲像天顶的星，亲像海边的沙，哎，真正嘞，但是上帝的祝福，你讲的时阵，咱看见的是啥？无啊！啊，上帝祝福你，上帝祝福我，你有相信无？你若有相信，伫时间的内底，一点一滴，一直咧显明，一直咧显明，一直咧显明。后壁来按伊的子孙，真正亲像天顶的星，真正亲像海边的沙。上帝对约瑟的祝福，真正是，约瑟甲伊的兄弟讲，前你对我所做的是歹，但是上帝有伊水的意思。一直到伊做宰相了的时阵，一直到迄个饥荒发生的时阵，所有的毋若是埃及人，遐个其他周围的遐国家的人，因拢会当因为约瑟，伊会筹备来得到生命的医治，迄是上帝的祝福。来，倒转来到伫新约，即段的圣经是一个耶稣咧行路呢，为路边行过的时阵，有一个青梅，人会知影嘛吼？即个青梅就看无啊，看无青梅迄阵青梅会当做啥？就是共分啊，做去食。请你分我咧，我几工无食，是咧共分啊。然后，人看到伊足可怜的，咱若有，咱会甲伊分享，会互伊。但是若无的时阵，有可能一工分无偌济钱，真正足艰苦的这种生活，这种的生命，人来甲耶稣问：耶稣啊，伊出世的青梅，是伊本身的罪，还是伊的祖先所流传落来的罪啊？耶稣应该讲啥？伊的青梅，毋是伊本身的罪，嘛毋是因祖先所流传落来的罪。要是要伫伊的心上来彰显上帝的荣耀。青梅，伫人来看，这是一个咒诅，但是对伫上帝赐落的福气内底，这是要彰显上帝的荣耀。所以上帝就把嘴烂搅土抹伫伊的目睭，然后叫伊去迄个西罗亚的地伫遐洗。伊去洗了咧，伊就直直看见，上帝互咱的祝福，有时真正亲像上帝的创造共款，讲有就有，命令就立，哇，这是真好的。但是上帝互咱介侪人的祝福，拢需要时间。拢需要咱用信心的行动来行出来的时阵，行落去，做出来，回头看，才感受讲这是祝福。所以，当咱拄着问题的时阵，有可能咱嘛会亲像耶稣的学生共款问耶稣：我拄着这个问题，是我家己信心无够，还是我家己犯罪，还是我的祖先，我的父母到底是甚物人犯罪，较会互我遭受即款的情形？咱面对咱的病痛、咱的艰苦的时阵，通常和起阵以色列百姓的想法是共款的，拢会互将迄个病和罪连结做伙来思考。咱介接拢是安尼，咱真困难去。甲咱的病痛、咱的艰苦吼，含上帝的祝福来结连做伙。但是耶稣伫今日咱所读的这段圣经在内底，伊是甲咱讲，毋是即个人犯罪，嘛毋是伊的父母犯罪，是要伫伊的心上来显出上帝的作为。上帝是甲祝福伊的福气。放伫人的痛苦、苦难，也是病痛的内底，互人来经历上帝的安慰、上帝的医治，互人来领受上帝赐落的福气，并且会当透过经验
来分享、来造福搁较侪个人。咱拢知影吼，苏德保罗，伊讲伊个身躯顶有刺，啊，伊几摆甲耶稣祈祷，甲上帝祈祷，讲伊3摆甲上帝祈祷，求上帝吼将伊身上个刺来甲伊摕走。但是上帝安怎应答？有爱阮，就到遐，伫你个患难，伫你个软弱个顶面，要显出上帝个光荣。所以有一首诗歌就出现啊，是稳定到耶发言，稳定到耶言。所以上帝的祝福，对上帝来的祝福，我要互咱知影，就是迄个约翰福音16章的33节。伊讲：我将这个事甲恁讲，是要叫恁伫我的内面有平安。伫世间恁有苦难，但是恁通放心，因为我已经赢过世界。这是上帝互咱的话语，咱通放心。咱上帝耶稣赢过世界，所以对上帝来的祝福是啥？苦难是上帝包装过的祝福。我用故事来和咱分享。有一个细汉囡仔，伊吼真细汉的时阵，伊就爱看迄个柔道，柔道的迄种比赛。啊，伊吼伫细汉的时阵，伊就看，伊就家己讲，伊嘛家己老爸老母讲，我大汉的时阵要来学柔道，安尼看咧过肩摔，外高的吼，讲我要来学柔道，但是家庭的经济，也是讲伊学业无一定，互伊当有机会。但是伊一直放伫伊的心内底，我大汉的时阵，我要学柔道，迄个柔道，我要学。啊，成长的过程，真不幸，伫青少年的时阵发生意外，发生车祸啊，伊的倒手吼，就截肢啊，受伤啊，就欠一支倒手，啊，伊敢若正手，啊，伊无袂记真，伊细汉的迄个梦想、希望。虽然欠一支倒手，啊，伊家己趁钱，还是讲因家庭经济变好啊，伊就去找老师，甲老师讲：老师，我想要学柔道，我想要学，但是伊四个去找迄柔道的教练，啊，柔道的教练甲伊看了，我爱减一支倒手，安尼敢会当学？歹势人就讲歹势啊，你减一支手。即安尼爱摔吼，两支手摔到遐足正啊，佮欠一支手，毋通啦，就无家收。但是伊无累志，伊继续嘛是去找。有一天，一个教授看到伊的目神啊，就是讲，伊真正有愿意、有决志，真正认真想要去学。伊是足认真、足渴望要来学即个柔道的。迄个教练就看到伊的目睭。然后甲伊看了，就甲伊讲好，我收你做学生。伊足欢喜的，就去买迄衫，就开始来练。一礼拜，上课的时阵，老师敢若教伊一个动作，讲我教你即个动作，你大家拢来做，融到来练。你一工上少练2点钟，就即个动作尔。讲好，认真，逐工安尼来练，2个月过去，半年过去，还没做伙入去的同学啊吼，老师看伊即个动作，逐个第一个拢教即个动作，啊第二个大概就第2个、第3个、第4个，但是即个教练拢甲讲，你即个动作继续练半年啊，嘛是继续搁练即个动作，到1年后咧，嘛是即个动作，拢无搁教伊另外一个动作，干那即个动作，伊就看同学一个进步，伊的心真正有足多的疑问，但是伊相信伊的教练来教，就是用心。1年过去了，教练讲好，我即摆要甲恁报名去比赛，伊讲教练啊，你敢若教我一报名咧，我就会当去比赛啊吗？会使，你就去比赛，伊就去比，慢慢，拢赢呢。
一直到迄个预赛、初赛、预赛，然后决赛，然后最后的总冠军，迄冠军赛，就去比，继续要比的时阵，伊愈来就愈食力，足辛苦。伊强强要放弃的时阵，教练甲伊讲：你毋通放弃，我相信你一定会当。伊就想讲：哦，安尼哦，好，我坚持。教练对我有信心，我嘛认真，我就安尼去比去。最后迄总冠军，伊足辛苦的，但是伊有原赢，伊就摕着冠军。教练足欢喜的，伊比教练搁较欢喜。转来的时阵，伊就甲教练问一个问题，讲：教练。我敢若学一步尔，为什么我就会当摕到这个冠军？虽然摕到的过程真辛苦，但是教练甲伊应答一句，伊讲吼，第一，柔道内底上界重要迄步，你认真甲学甲会晓。这步就是柔道内底上界重要一步哟。我遐尼认真一年。一角拢2点钟以上的练习，到去遐咧比赛，这上介重要，我已经学会晓啊。然后第二个原因是啥物？第二个原因就是要解除这个步伊要甲你赢过一定爱抓着你的倒手，一定爱抓着你的倒手，你的倒手若袂抓着，伊就甲你赢过啊。但是你拄好无倒手啊。你拄好无倒手啊，所以原来是安尼。你上软弱的这个所在竟然就是真做你得胜的力量。伫咱苦难的时阵，苦难是上帝包装的一个事吼。伫咱的生活内底，如果咱拢真顺利，咱敢真正是上幸福的人啊！咱家己来思考看卖啊！伫咱幸福顺利的时阵，咱是大声阿乐上帝，感谢上帝吗？或者是亲像咱这位长老我的学姐啦，亲人的学姐，伊讲伊去中国来了，迄2个月，伊其实会烦恼呢，袂晓煮，要食啥？这写剧本的，无通食，这是要安怎？去中国来了2个月，环境语言是无问题啦，迄环境和咱台湾是差足侪。但是你甲看，迄个苦难，迄个挑战，敢有甲智慧长老拍倒无呢？稳定就是伫迄内底，伊搁飞2公里，搁较汗练，搁较水，搁倒转来，敢是苦难，其实咱的患难，咱的挑战，拢是上帝的祝福来。这是我和咱分享的第一点。第二点是上帝要借着你的苦难来祝福你，来祝福你，互你去祝福别人。上帝要借着你的苦难来祝福咱本身，搁互咱带来祝福给别人。天韵的时光有一首，迄较早真前叫做《信心更加坚强》，信心搁较坚强的意思。伊的歌词伊讲，人生在世有苦难，但是伫耶稣的内面有平安。咱毋免烦恼狂风巨浪，迄大风大浪咱毋免烦恼，因为耶稣是咱的保障。咱毋免惊天色黑暗，咱嘛毋免惊环境艰难，因为苦难互咱甲上帝较亲近，信心会当搁较坚强。这是这首歌的歌词。伫早期的宣教师，有缘是有即种的亲身的经历。有一个宣教师，伊就是决志，讲伊要去非洲来做宣教。伊就努力去学习、了解迄个非洲的文化，会去读册，去了解因迄地方的情形。因为遐需要医疗，伊嘛认真去学医疗、卫生的教育。然后上较重要就是圣经的教导，上帝安怎样安怎疼人，迄个圣经的教导。伊认真，伊努力，伊遮来做。伊家己嘛知影，要去到迄个偏远的所在，一定爱注意家己的身体健康。
吼，所以伊足注意家己的身体健康。伊上较注重的是伊吼无挂目镜，伊的目睭足好，但是伊伫遐咧准备的时阵，一直到伊要出发进前一个月，发生两件代志。一件是安怎？伊拄着车祸，严重到伊一支骹需要骨断，骨断，然后伊着爱延后嘛，爱甲伊的骹好去，因为骹断去啊，然后着爱倒迄鸡骹。倒鸡骹，伫天后的时阵，第二个代志伊是啥喏？伊目睭是无近视，上介好的，伊上重视伊的目睭，却伫迄个天后的时间，伊目睭拢雾雾，去眼科检查，我近视啊，一定爱配目镜。伊感觉身体保重足重要，伊上介重要是讲，我目睭足好，会伫迄个非洲吼，会较真远，但是我挂目镜。我要出发的时阵，断一支骹倒鸡骹，但是这两件代志，虽然伊的心中真大的冲击，但是伊犹原应上帝来用，伊犹原决志要去非洲，伫遐来做传道士。迄个年代毋是伫即马即个年代，迄个年代非洲还佫有杀人，还佫有食人肉的迄种情形，伊出发去。到伫迄个所在，伊祈祷上帝，上帝啊，我即个摆骹的人，我即个挂目镜的人，环境原本是讲会当看足远的，即摆爱挂目镜啊看无啊，伫迄个环境内底我要安怎？因为足侪的宣教师拢比伊较早去遐来宣教，但是因的性命拢互害去，也是安怎拄着危险，就真正死伫遐。伊讲上帝你带我即个残障的，目睭去看无，来遮我要创啥？我只有祈祷，上帝你来帮助我，你来帮助我，互我知影我要安怎来帮助。有一天暗时，遐土著人吼，遐住伫遐人，因着摕迄个斧头，要来暗时嘛，落暗暗嘛，因要来甲伊杀。你看的时阵吼，就看迄个宣教士已经困去啊，因冲入去的时阵吼，斧头来砰一下，割着伊骹，割着伊骹的时阵，开一下，迄个斧头搁反弹安尼啦，惊着紧走。通常若是割着肉的，就火啊，就流血啊，就安怎嘛？奇怪，这人的骹开一下，搁迄个声音。含人的骨头也是肉的声音拢无共款，紧走去面，然后吼，就伫遐咧看。第二天暗时，因过来，这个人是安怎样？遮奇怪！第二天吼，因来的时阵吼，因就毋敢，亲像第一天较冲动安尼，毋敢。因就伫迄个吼，迄窗仔门安尼伫遐看。这个宣教师暗时咧困吼，伊无甲目镜挂伫个目睭啊。伊甲目镜放伫桌顶，因咧看的时阵有无？因一定有炸一寡迄个灯火嘛吼，伫遐看的时阵，你才看到迄，伊毋捌看过目镜，看到一对目睭伫迄桌仔顶，伫迄桌仔顶，迄人伫遐咧困，惊者紧走，然后就四界宣传，这是神，咱袂当家杀，然后。就拢军队伫伊身边，伫即个宣教师的身边，就堪伊家当作神安尼。伊若需要啥物，拢家帮忙，互伊有机会，含遮个原来的土著有机会伫遐讲话，会当亲阮，就甲福音传入去。伊家己伫遐咧想讲，我是要安怎将福音传入去？但是上帝。是透过苦难，伊一支骹断去，伊近视啊，透过遮伊的苦难来成做福音进入的一个点。迄个时阵，咱看咱的苦难，因为是咱家己伫遐来面对、来承受，实在是苦无比。但是咱煞袂记住讲，这是上帝的赐福。伫苦难中。互咱甲主更较亲近，
互咱的信心更较坚强。所以上帝互咱的祝福，你的心上有新只基础无？我要讲有，毋是讲啊求就得着，找就拄着，拍门就甲咱开的迄种实际。其实咱祈祷，伫咧祈祷的内底，上帝时间来到，伊就赏赐互咱。毋是讲求无得着，毋是讲找无拄着，嘛毋是讲拍门伊无甲咱开，是伫咱的心灵的内底，用咱的生活所承受的困苦、艰难，也是艰苦，也是病痛，上帝用真正毋是咱会当想象会到的方法来甲咱祝福，但是每一时刻，拢互咱领受上帝的祝福。所以咱爱会记住，迄个困苦、艰难是上帝包装过的祝福。过来，咱经历这个困苦艰难，是上帝赐福气互咱，搁煞来咱爱祝福伊。这是对上帝来的祝福，毋通搁互咱陷落伫迄种啊，我心灵是一个青迷，啊，这是我的罪，啊，是我的爸母的罪，啊，伫遐一直咧埋我上帝，毋通。反倒是伫咱心灵的艰难。咱心灵拄着困苦，亲像青迷共款看无的时阵，要搁一摆提醒咱，毋是咱的罪，毋是咱爸母的罪，是要伫咱的软弱的内底，互上帝的光强来显明，要彰显上帝的荣耀。伫遮，咱诚侪长老执事，也是遍牧小组，也是咱诚侪会友的人，咱会讲啊，上帝啊，为什么阮的牧师又搁无去啊？上帝啊！阮需要牧师，上帝，你着帮助阮，上帝会帮助我。但是伫即个环境的，伫即个时间的内底，上帝是要互咱的心，为着咱的教会，咱搁较侪会主动祈祷、服侍、担心伫上帝面前。经历一段了后，咱会看见咱的祈祷上帝甲咱应允。咱会看见咱的永福教会上帝赏赐、上帝赞美牧师来带咱行信仰的道路，对上帝来的祝福，互咱会当清楚，毋是埋怨，乃是祈祷，咱当心来祈祷。希望我的上帝，阮伫你的面前，阮向你来恳求，求你成做阮的帮助，求你互阮的目睭有对上帝你对天来的祝福。看见天顶的赏赐，毋是干那看见阮的软弱。伫阮软弱的时阵，主你的大气力是要赏赐阮的，求你来帮助阮，求你互阮会晓用祈祷来奇妙的主你，阮本身的需要，阮家庭的需要，阮教会的需要，阮社会国家的需要，阮拢献上阮的祈祷、恳求甲感谢。带到上帝你的面前，你来为着阮摆比，阮相信，阮每一个人拢要领受上帝你对天所赐落的福气，伫阮的心中，帮助阮凭着信心来领受你大大的祝福。阮献上阮的祈祷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